章22到33节。好，传道来读，我们一起来看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。那时，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4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：“是个鬼怪！”便害怕，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彼得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出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，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。”以上这是今天的经文，听起来非常的惊险万分。可是最后呢，我们有看到那个盼望，而且他们他们认识了这一位神，这一位他这个可以拯救他的，而且他来拜他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。”好，这段经文呢是发生在这个海面上。那么呢，这个图呢看起来也让我们觉得很晕。好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？这部电影叫做《白日梦冒险王》。你做白日梦吗？我记得我18岁以前常常做白日梦。我常常梦见我要站在台上讲话，可见站在台上讲话对我来讲是一件冒险的事情。因为传道曾经说过，我小时候我上礼拜有分享过，其实我很怕在人的面前讲话，所以我那时候常常这个觉得说我要跟人家一样可以上台讲话。于是在教会长大的人都知道，有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上台的，那个叫做圣诞节。于是我呢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角色，你就知道那个有多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那出戏都看我而已，好不容易上去，好不容易我讲那一句话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我还没讲完的时候，我就怎样跌一跤。所以我很重要，因为大家都看我在台上，好不容易才能上台，却跌一跤。好不容易冒险，却怎样？冒险有风险。今天早上的婚礼像8点打电一样，传道没有遇过牧师真的好，在讲道理，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新郎都没有反应都没有人接是绕跑吗？不是，他是晕倒，快了。好，在人生中有很多的你想象不到的，我不知道你内心有没有彩排过这一些。如果你想冒险的话，传道建议你除了做白日梦之外，你不断的彩排，内心不断彩排，而且你要沙盘推演各种情况，譬如像传道讲的，你可能会跌倒。传道其实已经有预备了，因为传道常常跌倒。当我跌倒那一刻，我怎样站起来？跌倒的时候，虽然我讲得很困难，有主，他们就笑我说：“你是一句台词不够，所以你跌一次跤，他讲2句这样子啊。”就我们人生有许多你想象不到的，但是你在脑中内心不断的在彩排那个白日梦的时候，神要带领你经历。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一段，
那这个我们的电影我不知道你去看过没？这个华特其实他是42岁上班族，他在美国的生活杂志当底片的这个资产部的经理，他就是永远踏不出那一步，他就是不敢去冒险。42岁不敢去冒险，但是等到人生的那个危险的时刻，怎样危险？他丢掉最后一期的底片的时候，而且他必须在时间内交出那个底片，他不得不，人生不得不的时候，你要去冒险的时候，他就去经历，而且他发现了未知道的那个自己。原来这个华特，他发现其实他有很多别人所不知道的。怎样别人所不知道？上个礼拜我们有讲，上个礼拜我们在讲一个人，你常常像传道一样，你知道传道的可能是传道可以常常在这边讲得很高兴，讲得很激动，而且在这边可以跟神相遇，跟每一个人的眼神，跟你的生命相遇，这是你看到公众的。可是，在小时候我不是这样，你也可能怎样？在上礼拜我们讲这个，你觉悟了，你醒悟了，就是你更多的知道你自己不知道，但别人知道的。像传道，我自己不知道，可是你们却知道，有什么吗？有，一定有。那么传道需要知道，因为这个是我的盲点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很喜欢讲什么？我很喜欢讲什么见证？我小儿麻痹的见证。这个是怎样？焦点呢，有张力耶！这就是我不知道的。我希望人家怎样了解我？我渴望被人家了解我的辛苦，而且我渴望被人家了解的。我被错待，我被怎样？我的小儿麻痹是因为医生的错误，而且我希望得着你们的共鸣。可是我常常看我自己的 DVD 的时候，我也会发现，就是我讲到的，你会发现传道很喜欢做一件事，是我如果没有看我自己 DVD， 我不会发现的。你们有发现吗？对，就是的。传道讲到很喜欢这只手一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训练讲道就是要看自己 DVD。我发现我这只手闲不住，为什么？焦虑啦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后来我想说，为什么我越是讲不出来的时候，我这只手一直，这就是我自己知道的。好，这也是另外一个，就是我自己知道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的。可以讲吗？就是我隐私的，我不想让你们知道。上礼拜传道曾经讲过，我不希望你们知道的，有没有？你们想不想知道？不想那就算了哈。好，以后你们有机会你们可以来问传道。传道有很多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，那会展现在哪里？就是没有别人的时候，只有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觉得空虚。不要讲。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甚至于会不想起来，特别是在2、3点惊醒的时候。你们有些人或许知道，从我来这边2年内，有一段时间，去年我们的青年干事离开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睡觉，我脑中都是他的影子。我怎么样子？后来我发现了我自己，这是我没有的人可能知道。我发现我自己觉得我错待他，可是我又不得不这样子做，我心里非常的难过。我想这就是隐私的我，但是还有一个神要我去了解我自己的，就是潜在的我，那就是醒悟过来。醒悟过来在原文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延续，醒悟过来就是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，记得吗？那儿子长大了就说爸爸爸爸，我要我的财产。他爸爸还没有挑剔哦，就说我要我的财产哦，那代表是怎样？你意思是怎样？
你意思就是叫你爸爸赶快去咒诅他死。在当时候跟现在都不被允许，但是他的爸爸为了要让他自我探索，好，这个在教育上就好，那让你去，给你去。可是这个儿子拿了他的钱以后，出去就挥霍无度，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。以后来他醒悟过来了，因为他在猪圈里面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猪圈对他来讲是非常不洁净的，不应该在那个地方。不要说什么啦，我们吃猪肉的人，你要在猪圈里吗？何况他们不吃猪肉的人，更是不会在猪圈里。可是他却在猪圈里怎样？发现了那个潜在的他醒悟过来。所以醒悟过来，在希腊文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看见自己，看见哪一个自己，可能自己不知道，有可能别人知道。在这里更多是看见那个潜在未知的自己，于是他醒悟过来。那我们有太多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但是神会慢慢的让我们成长。上帝有放很多的我们身上的他的特质，他要给我们的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会透过很多的事情，他邀请我们。今天这段经文继续，我们就是要来看神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探索那个未知道的自己，让我们更多的醒悟过来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种循环，传道有过一种循环，在我还没有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父母就是国中就允许我可以跟异性交往。那我们的交往就是我们一起去看电影，在教会里面。但是我们呢，只要感觉这个好像比较常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带回家，但我们不是认定他。可是传道有一个悲剧一直在发生，我自己一直认为是悲剧，就是我们会一起看电影几次以后，那个人就消失了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每一天都有一封画那个人超会画，他画那个很漂亮的玫瑰花，超美的。每一天那时候是信啊，寄信到我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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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一天呢。但是有一天突然就这样，没有任何连信都没有，连电话都没有，连影子都没有看见，很奇妙。后来不断的，于是我就很多的在等待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等待着我另外的那一半出现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在等待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在等待什么，但是耶稣催促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一开始耶稣就催促门徒上船，让他们先渡到岸的那一边，然后他是要叫众人散开。可见这有一个上段文，上段文是什么？是我们下次要讲的。上段文是什么？5饼2鱼，神迹奇事，5饼2鱼，哇！我的所信的这位神好奇妙，居然5个饼2条鱼就可以让几千人吃饱。他们正兴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在教会里面经历神。你正兴奋的说：“神啊，你对我真好！我跟你相遇，在献新会的时候，我跟神相遇，我决定跟随你。”给来嘞，马上就遇到，我自己就很多这样的经验。我跟随神，我在营会中，我遇见神。我的团契里面，我年轻的时候的团契，我们一起去东北角退休会。我们那一次真的是主啊，我多么爱你，我把自己献上。那我们当中有几个人？3个人，一对夫妻，很年轻就结婚，大学毕业就结婚。他们夫妻就坐着另外那个人非常的有成就，因为他在台积电上班，开他的 BMW， 因为他们要回去上班，所以他们先离开。我们在那个营会中将自己献上，应该是最经历属灵的高峰。他们在开车回东北角，那边很多的湾，也很多大卡车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天气也很好 ，BMW 就撞到旁边的那个那个算护栏吗？就是有4线道，然后他有被大卡车稍微轻轻一碰，结果他就开偏了，偏这边是墙壁嘛，开偏了以后，车子会怎么样？翻。这边有几线道？刚刚我说几线道
四线道，翻到哪里？你想那多惊险哎！这是不是高速公路？翻，有一次机会会被怎样撞到，对不对？没有被撞到，又翻，没有被撞到，又翻，没有被撞到。那么他翻到哪里？对面的车道。对面的车道就怎样？嘣！跟他迎面，他对面车道是迎面而来，他整个就翻过来。所以开车的人是我们的青年团契里面非常优秀，他被压在最下面，后面在旁边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后面是他的太太，迎面而来3个人，当场一个过世。那天晚上第2个，过了3天有第3个，在退休会最高峰，将心献给神的时候，就像这些学生，主的学生，他们经历了5饼2鱼那种高峰经验，将自己献上。可是他遇到什么？主说：“来，催促他们到船上去，等他。”够不够顺服？够顺服。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？船上应该是这群里面有几个渔夫吧，在这里面有几个专业人士，船对他们来讲是小米小 case 啊。船对他们来讲是什么？是专业。船对他们来讲是安全。于是他们在那边听话的等候什么？等候他们的老师来。等候他们的耶稣，等着，等多久？经文说，等到什么时候？4更天。听话的一群学生，等在船上等耶稣，等了4更天，而且他们等到船都怎样？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摇撼在原文里面，希腊文有一个意思在，你们猜什么？是的，就像我在青年团契时候，那3个好朋友，他们的人生从那一个时刻，那一天晚上被折磨。摇撼有什么意思？折磨的意思。你有没有曾经被折磨过？在你属灵高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被折磨过？有。这个青年非常优秀，非常爱主。那一天晚上，傍晚的，这是傍晚发生的事。那一天晚上，他一知道第2个人也过世，他就知道他一定会被，他心里很难过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不是我死？5个人里面。6个人里面，他的伤最轻，他压在最下面，他的伤最轻。其他好朋友后面、旁边、后面，尤其后面没有绑安全带睡着，就是好朋友的太太，也是教会的姐妹。她因为没有绑安全带，所以一发生翻转的时候，她整个这脸都到现在这边都是有疤痕。”心里被折磨，为什么？那天我们长老去看他说，这个青年说：“为什么不是我死？被折磨，摇撼就是折磨。你人生有没有过被折磨？我想象就好了。”传道一听到这个，我们全教会的人都跪下来祷告。我们这样的痛，这样折磨，可不可以？我们一起手牵手度过，因为这个要好几十年。确实，这个官司打下去好几十年。在船上原来是最安全、最专业的。对渔夫，对彼得的行业是啥？渔夫啊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被浪折磨。船也被折磨，他的专业，他所信仰的被摇撼跟折磨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子？这一群
耶稣所爱的门徒，可能你跟我所爱的门徒，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很残忍？可能你会疑惑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在疑惑当中，从晚上到4更天很久的时间，你能想象他们在那船上那个被折磨的时候，有一群人，他们心里会怎么想？啊，为什么我们听话还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不是顺服就会蒙福吗？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？心中有很多很多你可以想象。夜里4更天，远远的，他们正在奋斗当中。经文怎么说？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如果你看圣经经文里面，从旧约到新约，耶稣往哪里去散步，耶稣往哪里走，你就看到是耶稣主动怎样来到人的面前。亚当夏娃也一样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耶稣怎样？上主怎样在园中走？是上主，是上帝主动的来找人。当你心里难过、折磨，对你所信仰，不管你从年轻所信仰被折磨的时候，神都知道。怎么样知道？这一对3个年轻人旁边是做他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台湾的法律吗？你开车这个人驾驶，其实你要负责乘客的安全，你要负责乘客的责任，对吧？你们如果不知道，今天一定要知道。所以你随便载别人，你要负后面那个人的责任。所以他的好朋友坐在旁边，跟后面这对夫妇就要提出什么？告谁？告他的好朋友，是吧？在台湾法律是这样子。当然，你驾驶员你可以再提出这样子跟对方，可是因为是他错，可能是他错。这人性很尖锐的哦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男女朋友互相载的时候，金门也发生一个嘛，我们教会的认识昆山的男朋友骑摩托车发生有一个酒驾的青年，我们才为这个青年在祷告，因为后面的女孩子是从大陆昆山来，那女孩子到现在一直都是没有办法会醒过来，因为她脑部太多挫伤，所以这前面当驾驶的要负责。当你被折磨，主亲自过来。耶稣在海面上往门徒那里来，因为耶稣知道你被折磨到快不行。这种折磨更多的是像这3个年轻人，原来他们的朋友友谊是如此的什么信任，因着这个事情全部瓦解。这一对夫妻因着这个事情怎样？10年后，这对夫妻因着这样的事情，他们的婚姻也瓦解。折磨，这就是折磨。但是谁知道？耶稣知道，而且他主动的来。主动的来，你会怕，因为不是你眼睛能接受的。哎呦，这几下，我有没有搞错？门徒看到，这样就以为是什么鬼怪，就害怕，因为也没有办法用你的生命理解，你就害怕，就喊叫起来。在人生当中有太多你没有办法用你的人、你的眼睛所理解的。传道要说，我要赶快说快一点，你们不要陷入在这个没有盼望中。虽然这3对年轻人经过了许多被摇撼，他们对家人的，因为这个对夫妻跟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争执，因为他父亲要告他好朋友，可是他们年轻人不告。这是不是家庭系统的很大摇晃？
跟折磨，因为他们好朋友说我不要告，可是他父亲说不行，医药费这么大，一定要告。在摇晃、在折磨当中，神的手在这当中。我要讲到有盼望是，他们都有盼望，因为他们有神。最后，都在这样海难，在这样人生的海难中，再次被神激励，再次回到神面前。虽然有一些还没有如人的愿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更发现他们自己，他们更发现原来我是有罪，原来人性是如此多变，人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如此的脆弱。我们需要有神，真的。如果你有男女朋友、家人，应该要把他带到神面前，真的，因为唯有神的爱才能巩固我们彼此，能够让我们恢复，让我们成长。怎么样成长？就是让这个过程当中更发现自己不知道的，更知道原来我看到这样子，我都会害怕，我眼睛所看的，我都会喊叫起来。原来我害怕输，原来我害怕不被信任，原来我害怕这样没有安全感。但是这些主的门徒误解了，他们误解了说神的大能他们才在那个5饼2鱼经历神，可是我相信他们那时候一定有一个决定。下一次我们我们会讲到不起眼的大机会。那时候他们一定很欣慰，说：“我希望我有这样子的恩赐，我希望我能够经历这样子5饼2鱼。”神只有让他们在海面上，他们就被折磨到不堪，而且这一位要救他们的主迎面而来，他们还误解神的恩典。有时候你会误解神的祝福，有时候我们会误解。如果我们传道曾经写过在 FB。我希望我的女儿、我的儿子，他们的婚姻未来的对象是要会吵架的。不要说完全不会吵架，因为吵架是为了这样。冲突的定义传到给他是说，因为两个人以上，你们的彼此的需求被另外一方怎样，不管是他的信念、他的行为，说怎样妨碍对方的需求。所以冲突好啊，你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冲突好不好？好，有建设性的冲突绝对是好。透过这样子，我们发现我们彼此需要不同，发现我们的需求不同，发现我跟你原来不同行，不同行不代表不能走下去，不同行只代表怎样？我们两个人要重新调整。我发现了更多我不知道的自己，神来开展我们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冲突。我们要怎样？冲突带给我们的是突破。他们听见神怎么说？说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用怕。吵架吵到极点的时候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是创造你们的主。这3个年轻人代表了2个家族。冲突到连教会都一起吵。你们放心，吵架好，健康的吵，有建设性的吵，是能够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更认识上帝，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有限，我们需要依靠神，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有还未成长的神赐给我们原来那个美好，让我更知道原来我错待你了，原来你错待我，不用怕，你放心，是我。主必带领你突破这个。哇，这里面是门徒们10几个在船上有安心了，可是呢，有没有抓住？你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？有一个人叫彼得，他叫什么？他的主业是什么？他的专业是打鱼。这个让他一定经历过，虽然被摇晃。被折磨到晕头转向，可是他抓住这个机会，他就祈求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这是一个祈求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他没有说主啊，快啊，你来，没有，我也要，你要不要？你遇到了瓶颈，你遇到了，你觉得我这个人还有成长的空间的话，如果你在人际之间，如果你在曾经像传道这样，早上不想醒来，问题是又睡不着，这才痛苦。那么，我们抓住机会，当主迎面而来的时候，不是说主啊，你来就好，我躺在船上了哈，你来啦，我这样比较安心啦，你就行一个神迹，我就能改变啦。哎，我的那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要结婚的对象，他如果不改变，我就不嫁他。你就叫他，就一个神迹，就叫他改变就好。原来神的意思要叫你改变的。当你吵架吵到不行，祷告更多的意思是说，摇动神的手怎样？不是改变别人，摇动神的手做什么？我们不是有一首歌说要摇动神的手怎样？祷告能做的事，我们人怎样不能做？摇动你的手来改变谁？我，更多改变我。我透过冲突当中，我了解，哦，原来我有太多我自己不知道的这一块，这个我。哇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像传道都不知道，原来我这么，上礼拜我有讲，传道原来这么想赢呢。透过梦境，我的督导王龙义牧师透过梦境，让我了解，哎呀，刘应验，原来你不断一直读书，读不完，因为你怕输。我释怀了，我就说主啊，我醒悟过来，我不再读了，我不再读硕士、博士，传道已经2个硕士了，啊，各位他50岁了，半百啊，原来我发现我是怕输，说主啊，如果我不是讲爱，而是讲输赢，主求你赦免我，让我醒悟过来。传道也是透过人际之间，我才知道，在很多年前，传道在跟人家对话相处当中，我很怕输，但我不那么在意爱，因为我如果输，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，所以我发现了我自己以后，我就更会吵架了。怎么吵架？我知道，看远远的看我自己，哎呀，你这家伙啊！你这句话的背后意思就是说，你们都听我的，我不想输你们，啊！所以透过求神帮助我们，神要我们怎样走过去？主说，如果是那个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对，我从我的船上，我从我安全的地方，我从我觉得舒服的地方、舒适的区域，我愿意踏出去，那么我可能会遇到危险。就像传道现在开车，已经拿到驾照，对不对？我要上路的时候，我会有点害怕。但是你来吧，你开车上路一定怎样？你开车上路一定怎样？不是在驾训班，你开车上路，路人一定危险吗？传道如果走路怎样，路人不会危险吗？可是我如果决定，我踏出我的舒适区，我想要真的学了开车，我就要上路，那么我就要冒一个危险，就是路人会危险，我必须要为路人负责任，所以我要小心。神邀请你，你来吧。神回应彼得的祈求说：“你来吧。”亲爱的大家，你有没有想要改变？不管在人际间，你有没有想要醒悟过来？你来吧，神不会说我一个神迹噔你就改变，不会。你需要向彼得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传道有一个个案，他就是从高中他辍学，
他就说他要去打工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，他要独立，他要去打工。结果呢，去打工的地方，人家就带领他去做什么？去，简单一点讲就是赌博啦。网络上赌博那个球赛，按了你就怎样？你按了就，其实你就要负这个责任。按，1年而已。你知道你真的去赌博，你还会痛哦，拿钱出来。你按那个网络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哦，对不对？你按了，这个孩子100多万，你觉得他的父母出面为他解决，他会不会醒悟过来？会不会？会不会醒悟过来？不会，他还是会犯，因为他没有醒悟过来，他没有为他所做的决定而负责任。这个孩子从哪里开始？从晚上不回家开始。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晚上哈，这是真理，这是真的哦。晚上你没有看到阳光，你会没有休息，你会失去理性，你会一直下去，而且你会沉到哪里？沉到船舱里。什么叫船舱里？你会沉到你内心最深的需要。这个孩子。这个个案后来我就帮助他一直到最后，他发现他自己都没有发现的，他为什么要去按那个？为什么要去按那个赌博的？其实他生活很节省，他没有什么需要那个有很多钱的，他是透过什么这个过程中，他觉得怎样有盼望。什么话跟什么话？因为他觉得只要有爱就有什么盼望，只要有爱就有几天，那球赛是几天，他就有盼望。求神也让他看到，原来他盼望在这个只会让他失望。你的盼望应该要在神。如果你不醒悟过来，不知道你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那你很难醒悟过来。愿神都来帮助我们。神邀请你说：“你来吧，你来。”从你在不断犯错，从你就是喜欢看 HBO 或者 HBO 没有不好，但你这样不断的没有节制是不好的。你在玩电动，你不断节制是充满那个不好的。你要有节制。神要邀请说：“你来吧，像彼得一样，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怎样，还有行动，彼得有行动哦，就从船上下去，到这样水面上走，要走到耶稣那里去。所以当你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一定要行动。神有恩典，但你也要行动。传道说的这个个案，他的父母虽然后来帮他解决，但是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而负责任，他必须要去跟着他父母去打工，去做苦力，因为苦力一天的工资比较多，那他要去为他那个负责任，要为。后来他也慢慢觉得说，原来我是有能力的，我负责任。我原来我一天早上去，他就看到那个牌子，每一天去1100块现领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工作？有的，你们不知道，想要做的来找我。有那个发传单的，对不对哈？那个好像800的样子哈，有人在笑，就是那个去发900，那或者是你去做苦力的，他还可以让你住一天扣100，他就开始去做这个，为他自己所选择的这样付出代价，付出行动。于是他从哪里得着盼望？原来我做了8小时以后，我就有多少？1000块。我住在那里多比他100，1000块我就有盼望，慢慢锻炼起来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行动，我们需要行动。虽然刚踏出去的时候怎样下去以后只见风很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竟然喊4个字，什么？主啊，救我！今把人没够惊啦，简单的祷告，主啊，救我！主要不要救他？
主既然邀请你说你来吧，你来吧，你来，主就要会为你负责任，而且主马上赶紧伸出手，赶紧哦，原文里面赶紧哦，不是让你怎样看你再给你教训一下，没有，这个攸关生死，神会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，马上赶紧说，你这小信人啊，为什么疑惑？神没有，神不是指责他啊，他如果小信哦，他会下船吗？更小信、更大信的在哪里？船上那一堆人啊，船上还有很多，对不对？他的好朋友们都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祈求说：“哎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这样走到你。”可见彼得还算是有信，对不对？只是他小信，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里。怎么样喜欢这里？耶稣赶紧牵他，除了要保护他之外，还要怎样？给彼得留面子哎，不要让他啵太久，那船上人都看到了啊！你看，你就是冲动啊！要是我才不要，丢脸死！没有，耶稣还顾念我们的什么？顾念彼得的面子，而且我相信他们听不见，只有谁听见？彼得听见。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，你愿意踏出船上你安适的区域，你安全的区域，你愿意踏出去，神会保守你，而且随时伸手要来救你，而且不会让你这样丢面子哎，神还是这样轻轻的扶他起来，只在他私下告诉你。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学习，我们人的价值从神那里来，我们可以，神给我们很多宝贝，就是自由的选择。现在有很多人，最近这几天都在挤 A 挤 B， 对不对？那不是在玩游戏哈，不是3A 1 B， 不是，是这样，是会考正在做决定，挤 A 挤 B 要决定未来的学校是什么。在你的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在各种选择中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你都不做决定，没有办法，你就错失了。你一定要做决定。就像彼得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。”于是他就得到一个经验，他的信就被增加一点，虽然小信，但是增加一点。所以在我们这个选择当中，你要做充分的考量。所以传道要建议你在这重要的时间，你可以找你的父母，或者是老师，或你可以找传道，或我们这边上礼拜有办一个会考志愿的选项，我们这边可以来简单帮助你。如果你的人生是要做更重大的，譬如你要换工作，譬如你要换男女朋友啊，不是换住的地方，譬如你要结婚，或者是你要做重大的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？或许下次我传道要跟你们分享。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把关小组，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。到底我现在跟人的冲突，到底跟我现在所交往的对象的冲突，或跟我父母的冲突，或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冲突，我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更多看见，发现我自己不知道的我自己？那么可以有一个把关小组，怎么样来组成？下次传道讲到的时候，看不起眼的大机会的时候，传道会讲。那我们把关小组，我们来帮助你更多的人。我们在主理里面，我们彼此帮助。那我们做了决定以后，我们就要喜欢我们的决定。传道简单讲，我的女儿、我的儿子，国小以上成绩都不好。下个礼拜传道会晚一点进来，就是因为我的家人，他一直从来没有上台领过奖，他领的都是那种鼓励奖、勇气奖啊、参加奖啊。还有我的一个儿子去美国游学两个月，2个月好像60几天，他就得到一个奖叫做神水奖，因为他2个月只洗1次澡。我的这个小孩，我其实2个小孩成绩都不好，国中、国小都不好，所以他到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分析，我们也请了高中的老师分析。他就是小范围都 OK， 可是大范围他的脑筋就没有那么灵活。于是我们有老师就说：“那么你选小的学校，你知道那个小学校小到多小吗？拍谁？
比迦南教会还小，那够小吧？只有一班。可是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学校里面，他得到成就感。他下礼拜要得市长奖，然后我就要去参加。好不容易他能够上台，尤其是市长奖。其实他进去以后很后悔，因为不像人家的高中那么精彩，只能够在一栋公寓里面跑来跑去。你想能够有多精彩？人家都是惩罚，他是怎样？他是什么？他就只能在那边。但是后来他珍惜他自己所做的决定，所以传道要说：如果你做了决定，你要好好爱你自己所选择的。好，那你怎么样子能够肯定所选择，然后帮补呢？你就公开，由大家来帮助你。把关小组团体里面，我们彼此来帮助，不断的练习，好不好？而且你要为你的这个选择负责，爱不能只有嘴巴讲爱，你要怎样采取行动，不断的做。不断的做，好，不断的练习，让我们的这个可以成为你的习惯，成为你生命的帮补，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神所创造我们原来的美好。耶稣赶紧拉住手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！神要拉住我们，好，神拉住我们的时候，神是怎样？是用他全人来拉住。哎，奇妙呢！一上船以后，风就住了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不管我们的人生中有怎么样的风。这个风绝对不是圣灵的风，所以你要有分辨的能力。像彼得，我就是喜欢他，说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；如果是你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冒险，你要确定要听神的声音，要确定，不是说哦，我这个感动我就冲啊。对不起，神没有说你这种莽夫，你要确定核对一下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我才下去啊；如果不是你的心意，我下去干嘛？我不是被当笑话吗？我不是就更惨吗？所以你一定要确定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所以神是掌握这个，神使这个风，有人可能会让你误解说这个风是圣灵的风，不，这里的风是怎样？这里的风也是神掌管，但是这里的风是怎样？来自撒旦的风，因为从海在圣经里面，只要是海都是什么？罪恶，是不好的，是撒旦。神，主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我们的人生中有风，如果不是来自圣灵的风，我们只要依靠神，说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分辨这个是什么风，是圣灵的风，还是不是来自于圣灵的风？你帮助我。于是他们回应了怎样？你真是神的儿子啊！愿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。我们认他，他说，他就称我们为什么？儿女啊，而且他称我们为什么？好朋友啊！今年我们有机会会讲到，就刚性的朋友，也是神要说，我们继承为属他的儿女，我们神要怎样？神要帮助我们去突破。有人说冒险信仰，我们这是一趟信仰的冒险的路。冒险其实就像钱币的两面一样，你既然冒险，你就一定有这样，你可能就需有所得。在这个两面当中，一定会有一些险吗？风险。但是，亲爱的大家，传道曾经讲过，祷告他或许会来叫你去冒险，神邀请你说来吧，有风险没有错，但是在神那里有什么十足的什么我爸爸的什么保险？我们成长是需要冒险，是有风险，但神那里有十足的保险。好吗？我们一定透过这样冒险之旅，我们一定能够成长。神要对你说：“你来吧，你来吗？你来吗？你来吧，一起来探险。来探险有风险，但主有十足的保险。”你来吧，一起来祷告。